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9节、16节到18节。第7节，不过，阮是土做的器具，内面有宝贝，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伫上帝，毋是对阮出来。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，毋过无屈服；拄着绝境，毋过无绝望；受着困迫，毋过无受放杀；受拍倒，毋过无致到死。16节，因为安尼，阮无失志。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地衰败，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地换新。阮所受即个暂时搁小可的艰苦，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。阮所重视的，毋是看会到的，是看袂到的。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